随着带乡亲来看木乃伊，台南市这个美术馆的僵尸展引起全国热烈的讨论。要果僵尸是假，有民众讲台中科学博物馆展出的木乃伊真正是会真假实。这个官方的人员讲，这区这个木乃伊是20年前用台票新台票1000万，加一个法国学者买，后来配合另外一条木乃伊的棺木作为放做伙了后呢，这个伫生命科学厅内面来展示，用来介绍这个木乃伊作为技术。甲无共文化面对生死应对方式。木乃伊倒伫咧玻璃橱内底，这是台中科博馆内底展览品，相真侪囡仔好兴围过来看。不过含最近真事件的台南僵尸展览，台中这具木乃伊唔是假包的，是真正阴尸。其实台南那个就跟我们小时候以前看的那个僵尸电影都差不多嘛。看这个真的好像是还比较有意义。他们慈祥的，而且觉得他们技术远比我们的好很多。科博馆讲，这具木乃伊是20年前用新台票1000万，甲一个法国学者买，含另外一组木乃伊棺木，放伫咧生命科学厅的2楼展览。啊，当时为了了解这具木乃伊的过去，佮做真侪检验。他的性别大概是一位男性，估至少有18岁以上的一个年纪，可能推估是有被盗墓过，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是一个处理木乃伊比较高等的一个状况。假使讲木乃伊是埃及人对人过往了后的应对方式，那咧咱台湾对生死冇一套见解。像枕头台或者是偏要去烧油内底煮，这是家己的十殿阎罗展览。每一个殿有无共的阎王掌管，甲落地家的派人做审判，佮用真侪种国刑给处罚。吓到的还倒是没有啦，他们觉得哦好恐怖、好可怕，可是他们有时候还看得很开心。有民众来参观，感觉真特别。各位美国和贝里斯的外国人嘛来参观，嘛讲伫咧国外无这种酷刑。I thought, oh my gosh！ 他觉得他来这里之后，让他觉得印象深刻，就是说原来那个阎王殿是长这个样子。啊，大家看展览，拢有翻译人员伫咧边仔解说，互因了解到东方才有的地球文化。后落来啊，几啊月也未到，真侪种恐怖展览杀出来，民众有兴趣，拢会当安排过看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